来继续来看侯友宜参加这场的活动，致辞的时阵，是互台下的民众甲比都赞，搁一直甲诗。侯友宜啥物感想呢？侯友宜讲，伊昨已经甲社会公平、居住的正义这个主张完整来呈现。现场嘛有真侪甲支持的好朋友，针对着现场的声音或者是动作，伊是坦然来面对。伊讲民主政治本来就是爱听无共的声音。另外，媒体人吴子嘉有上新的压料，讲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已经来建立着沟通的管道，11月20就会来宣布南北合作，会共同杀一组人出来选总统。到有影咧，侯友宜回讲会团结着所有的人的力量，甲民进党揪落台。正义。侯友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参加716凯道游行，台顶是讲甲真激动，不离过。换我来做，打诈，骗得越多，判得越重，跟年轻人拼台湾的未来。唔知敢是打查目票偏离游行的主题，还是因为换我来做这句话，互认为是正做小活动。侯友宜台顶演讲10分钟，台卡数真侪澎湃声音，阁有真侪民众甲大头舞随落来比，场面是有够解决。对柯市长的支持者，我都给予尊重。昨天的现场，完整的将社会公平以及居住正义。整体的呈现出来。至于现场的状况，不管是声音也好，或是有动作也好，我都坦然面对。民主政治本来就是可以倾听不同的声音。对比侯友宜上台有反对声音，国民提着亲像来到家己的主场。虽然进前后办镇长金溥总是讲瓜配百面是无可能的，不过党主席朱立伦搁爱大家兄弟同心团结。我们什么都可能啊，只要大家。最大的可能团结一致啊，最大的可能就是一起能够创造新的历史，政党轮替。那朱立伦对南北合作无共识，媒体人吴子嘉嘛个进一步压料。朱立伦跟柯文哲确实有开始连上线，有沟通了。听到好消息，11月20号只有一组人会出来选。我们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一起凝聚，让民进党做不好下架。侯友宜4两8千金，加上菲律宾赢头一摆工厂参加活动，南北各幕下台继续看落去。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